今集又有着數分享啦，先聽一聽我哋着數點樣嚟，從何嚟先。非正式嘅官方數據，2024年呢有7700萬嘅港人呢入境深圳，咦，去到2025年呢已經有1億7000萬嘅港人呢入境深圳，而且當中呢港人喺深圳呢個消費額呢每年達到557億咁多喎，而港人喺深圳嘅線上消費呢已經達到呢1.26億嘅次數啊，所以係咪時候俾翻啲着數我哋香港人跨境消費先？係，冇錯啊，好消息 WeChat Pay HK 呢係會俾着數我哋嘅。羅記喜歡我嘅資訊，記住訂閱頻道，撳鐘仔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俾個 like， 支持格格出遊。係啦，講開咧，我哋香港人喺深圳消費就叻叻噶啦，個比例咧係同當地人咧佔佢哋3成嘅，即係每10個人咧就有3個係香港人消費。最主要咧，我哋咧係跨境醫療啦、美妝啦、餐飲啦、電子產品啦、休閒水會等等，有冇邊範你中咗咧？而呢一個非官方嘅數據統計咧，係來自3區嘅，就係呢一個深圳羅湖啦、福田同埋南山區嘅。而今次咧呢一期嘅活動就係 WeChat Pay HK 咧就夥拍呢個深圳南山派呢個1000萬消費券，咁咧叫2026年南山區入境消費券活動，預計咧向 WeChat Pay HK 用戶提供總值約1000萬嘅港元消費券，首輪派發將於4月1號至到6月30號進行嘅，涵蓋咧就我哋熱門嘅餐飲啦、零售同埋海岸城商圈等等嘅，消費滿指定嘅金額咧可以享有4折咁多喎。講嚟講去有消費券嘅加持，咁啊梗係希望可以推動呢一個南山區商圈，帶動呢個交易量嘅增長啦。嚟，我哋唔講咁多廢話，直接睇下點樣攞優惠啦。首先咧，你要打開你嘅微信啦，微信咧其實嗰度咧錢包咧喺個右上角嗰度咧，你去睇一睇翻個3粒點啊，睇翻你自己本身嘅錢包係內地錢包定係香港。如果你係內地，你要切換翻咧地區錢包，就揀翻 WeChat Pay HK， 即係講緊係香港嘅錢包。咁香港錢包你就要實名登記同埋綁一張銀行卡嘅。咁首先就打開你 WeChat Pay HK 用戶可以透過呢個內地遊撳入去呢一個嘅頁面啦，進入呢個活動嘅專頁。然之後你見到呢個頁面裏邊咧有好多呢一啲嘅數字嘅消費券啊，咁可以點擊領取嘅消費券啦。例如好似餐飲嘅，咁佢有零售啦，咁啊喺南山海岸城商圈指定嘅商戶咧，同埋南山區指定嘅商戶都有4類型嘅消費券。例如餐飲消費券咧，咁就係滿100蚊減60蚊，滿500蚊咧就減300蚊嘅。哇！零售消費券啊，仲減得狼死啊！零售消費券咧，滿800蚊減480蚊。仲有交通啊！如果你咧滴滴啦去前往呢個深圳灣口岸咧，立減100蚊。啱我出遊。另外，如果你 call 車咧去翻南山區咧，仲啱我呢個係5折嘅。仲有一個咧就係跨境巴士，佢夥拍呢一個環島中港遊咧，可以低至半價，老少咸宜，啱晒大家出遊啊！而點樣先至可以攞到呢個優惠券呢？而首輪發放呢，刺激啦，4月1號至6月30號。點解會刺激？就係因為呢，佢派券你搶券，每日朝頭早10點鐘先到先得。呢度再次溫馨提示啊，如果真係想領取到呢啲優惠券呢，必先要身份認證咗先嘅。哇，咁多着數優惠發達啦！嚟緊呢4月仲要咁多假期，唔知格格我有冇幸可以同大家喺南山區呢個海岸城商圈碰到面呢？下集再同大家多啲分享灣區食住玩，下集見，拜拜。羅記喜歡我嘅資訊，記住訂閱頻道，撳鐘仔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俾個 like， 支持格格出遊。